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9天。这个乌军现在在库尔斯克似乎是遭受了空前的压力。根据媒体报道说，俄罗斯部队正在巩固其在库尔斯克州的成果，并可能准备在未来几天攻击苏贾市。乌克兰军队正在沿国际边界进行反击。说3月10日公布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俄罗斯军队在马尔蒂诺夫卡中部，也就是苏贾市这个东北前进。俄罗斯的媒体博主声称俄罗斯军队占领了阿格洛诺姆和科尔马科夫、米哈伊洛夫卡和博格达诺夫卡，这几个比较大的定居点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声称俄罗斯军队也在这个米尔尼和卡扎伊洛克尼亚以北前进。按照很多媒体说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被俄军包围、分割包围也有说乌军马上就要撤出库尔斯克，这个说法非常多根据乌克兰这个总司令谢尔斯基，他说乌克兰正在通过增加无人驾驶飞机和电子战部队来加强其在库尔斯克州和苏梅州的部队。乌克兰部队正在成功应对俄罗斯包围库尔斯克州和沿国际边界的威胁。这个谢尔斯基在视察库尔斯克战区时表示在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接壤的乌克兰北部苏梅州边境沿线，局势完全处于乌军控制之下。谢尔斯基说我当前正在库尔斯克作战集团责任区开展工作，苏梅至库尔斯克边境沿线的局势仍完全处于乌克兰国防部队控制之下。俄方宣传机构频繁提及的边境多个定居点已不复存在，他们被侵略者的火力彻底摧毁。虽然俄军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包括朝鲜步兵，但其部队正遭受人员与装备的严重损失。仅在普列霍沃地区4天的战斗中，敌军也就是俄军就损失了近一个完整营级建制的步兵。得益于完善的防御体系，试图渗透乌克兰领土的敌方破坏侦察小组和小型步兵单位正遭受乌军火力的压制。谢尔斯基说我以现场做出决策，将通过电子战系统和无人机等额外资源加强我军力量。目前不存在我军在库尔斯克州被包围的威胁，乌克兰部队正在灵活机动，固守防御阵地这是谢尔斯基的说法特朗普停止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对乌军的将士士气还有前线的作战部署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某种程度上比这个地保老人的这个直接的对抗，这个杀人屠刀危害还要大，这是属于背后捅刀子釜底抽薪。但是即便这样，乌克兰没有放弃，乌军也没有放弃，仍然坚守阵地这就是信念。在这个库尔斯克苏贾市这个俄军为了彻底摧毁乌军，再一次动用 FIB-3000航空炸弹，这个3吨重的炸弹扔下去也不亚于一颗小型原子弹，就像地震一样这个可是在库尔斯克在俄罗斯人自己的领土这个俄罗斯现在又用上了这种 FIB-3000吨的3000的炸弹。我记得这个地保老人要求在11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然后这个俄军没有办法，后来被迫他们也在用这个 FIB-3000这个炸弹，但是没有撼动乌军这次又动用了这种3吨重的炸弹，说明这个俄军这个任务重时间紧就想趁这个特朗普切断这个军事援助和这个情报共享之后，想一鼓作气将乌军推出库尔斯克，不在乎把俄罗斯对吧自己领土上的这个苏贾市或者其他的定居点夷为废墟。这个谢尔斯基说了俄罗斯人声称占的那些定居点都已经被他们自己给炸平了，都不存在了。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用 FIB-3吨重的这个航空炸弹把那个苏贾市的这个叫硝酸铵厂也给夷为平地。当然了，这个俄罗斯方面他们宣称其军队已夺回了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1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占领了12个定居点，并击退了乌克兰军队。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高级将领否认其军队陷入困境，但确认他们正在转移到更坚固的防御阵地，以避免被包围。包括伞兵和特种部队在内的俄罗斯军队从多个方向发动袭击，直至
偷偷穿过边境城镇苏贾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这个路透社说啊，随着特朗普削减美国军事援助，欧洲领导人担心乌克兰可能难以守住阵地。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啊，他发布的这个叫今日啊战况汇总简述，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第一个，库尔斯克未被包围，指的是乌军啊没有被包围，进退尚可选择。第二个，幻影2000首次参加空战，并拦截击落大量俄攻击巡航导弹。第三个是英法在继续尽力向乌提供情报分享。第四个是所谓通过天然气管道奇袭的俄兵被乌第80空降旅伏击，俄军损失超80%。同时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俄军的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啊，也从地堡里钻了出来，跑到库尔斯克去视察，说明啊，这个俄军啊现在确实急了，这是个时间窗口啊，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乌军赶入库尔斯克，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只能通过谈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这个格拉西莫夫啊，也冒着危险从地堡里钻出来，跑到前线啊慰问。在指挥所，格拉西莫夫听取了库尔斯克集团军司令叫瓦列里·索洛丘克上将以及各编队指挥官和其他官员关于当前局势和任务进展的汇报。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指出，库尔斯克集团军在执行任务中取得成功，并对下一步行动做出了指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都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两个州的不是普京的保镖九明吗？九明同志去哪儿了？这个普京是对他手下的这些军人啊，是基本上不信任的。自从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以后啊，好像格拉西莫夫就不被重用，你就负责在乌东前线给我啃那个红军村，对吧？这个俄罗斯国内的啊领土防御你就别插手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九明，还交给那个情报头子啊，对吧？所以格拉西莫夫是叫特别行动总指挥嘛，那个情报头子叫特别被动总指挥，那九明呢特别防御总指挥。但是你看啊，这个将近7个月了，这九明好像消失了一样，可见这个迪保老人用人啊非常奇葩，这就反映出迪保老人现在身边没有人可用，对吧？真正的专业的军事将领格拉西莫夫他不相信不信任，然后就用自己的心腹九明，对吧？这个他也害怕这个车臣的卡德罗夫啊，抖音部队啊，他也担心这个叫什么阿劳迪诺夫，就是阿赫迈特什么特种部队总司令，这个大家都懂啊。在俄罗斯国内就库尔斯克这儿，布良斯克如果剿匪的话，他们想把乌军赶走啊，抵御乌军，如果没有自己心腹在那儿，那很容易出事啊，就会形成新的军阀呀，对吧？那个地方如果是车臣部队在那儿剿匪，剿着那个地盘就是车臣的了，变成卡德罗夫的。这个咱们看过历史书的都懂啊。那个什么清朝年羹尧什么岳钟琪，对吧？他们平定西北，对吧？远征什么漠北还是什么，那都是打完之后那地方就是他的了，他来安排人事啊，他来这个向皇帝推荐谁来当这儿的总督。你想想啊，如果让卡德罗夫负责这个库尔斯克的剿匪，那个地方就是卡德罗夫的地盘。所以普京是谁也不信任，把自己的保镖虽然啊不会打仗，但不要紧，忠心就行，送到库尔斯克。但是啊，想把乌军对吧，在这个和平谈判之前赶出库尔斯克，那你靠九明是不行的，九明是对吧，忠心是有，业务能力太差，所以只好啊还是把这个老将格拉西莫夫啊给请过来到库尔斯克坐镇。这个格拉西莫夫现在又受到重用啊，非常激动啊，所以携这个啊什么库尔斯克集团军还有这个金家的这个朝鲜的部队啊，准备给这个乌军啊毁灭性打击。但是啊，这次格拉西莫夫恐怕又要让普京失望了。哎，他不知道他就是个背锅的。格拉西莫夫以后一定会感叹啊，既生格拉西莫夫，何生希尔斯基啊，既生希尔斯基，何生格拉西莫夫，对吧？这俩俄罗斯人对上了，鹿死谁手现在还不好说啊。这个格拉西莫夫擅长打呆战，打硬仗，就是那种啊最笨、最古老、最传统的战术。这个希尔斯基呢就喜欢机动灵活，不按常理出牌，所以这个格拉西莫夫恐怕啊还是生不逢时啊。对普京来说啊很简单啊，有成绩那算九明的，哎，打败了那就是你格拉西莫夫没打好，准备啊写检讨，准备背锅吧。这个乌军啊继续轰炸俄罗斯啊。3月10号晚上，俄罗斯萨马拉地区新古比耶夫斯克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该炼油厂是俄罗斯10大炼油厂之一啊。
这个炼油厂是专门为超音速飞机苏27、图22喷气发动机生产燃料。炼油厂的设计年产量超过880万吨石油。这个乌军啊，不仅打击炼油厂，还打击了莫斯科啊。3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美乌沙特捷达会谈前夕，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共发现并击落343架乌克兰无人机，包括在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拦截的6架弹片和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居民区和经济基础设施上，造成3人死亡，10多人受伤。这个3月11日清晨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俄罗斯首都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地时间6时，防空系统击落58架从乌克兰方向飞来的无人机，这是近期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之一。基辅邮报说337架无人机参与了此次行动。分析指出如此规模的攻击表明，乌克兰可能使用了低成本长航程的无人机群，挑战莫斯科的分层防御系统。媒体分析，这场袭击不仅是军事扰乱，也是双方在电子战无人机技术上的博弈。说莫斯科市民生活或受有限影响，航空物流延误可能对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什么意思呢？对吧？俄罗斯方面说乌克兰发射了300多架无人机全部被击落、被摧毁至于是怎么摧毁的，他没说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同归于尽也是摧毁就是目标和无人机一起爆炸，那都算摧毁。那至于说这个大楼起火俄罗斯方面解释都是对吧？物业的保安烟头所致，他们吸烟导致了起火。总之，乌军用无人机攻击莫斯科，那对吧？这是攻击平民目标胜之不武，但是他也打不中，瞎子点灯白费蜡。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3月11日俄罗斯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情况，军方做得非常好。这都不用说，肯定得汇报对吧？因为地保老人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就马上冲进地保，这惊魂未定等到这个气喘匀了，然后再把佩斯科夫叫来，然后指示佩斯科夫给他再换一个大号尿不湿这个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他说当然已向最高统帅汇报此事。从这个也能看出普京的身体还是可以的，跑起来也挺快。说基辅政权不会放弃袭击的做法，需要指出的是，基辅政权袭击的是社会设施和居民楼，我们的军队和防空部队做得很好，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我记得这个黄俄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吧？过去几年一直很流行说乌军什么时候打到莫斯科对吧？这不是黄俄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吗？没想到这个黄俄的愿望实现了，对吧？乌军一次就300多架无人机这是牛刀小试你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架这个恐怕不是说打一次就完了。从此莫斯科这些俄罗斯人岁月静好的局面恐怕一去不复返。要让俄罗斯人知道他们正在战争之中，要让俄罗斯人知道他们现在也非常不安全，跟乌克兰人是一样面临着轰炸。当然了，这个气急败坏的俄罗斯人扬言要用针术导弹反击乌克兰。这个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叫卡尔塔波洛夫呼吁普京对乌克兰使用针术导弹实施打击。在俄罗斯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卡尔塔波洛夫呼吁决定权在最高指挥官手中，但我认为在今天的无人机袭击中向乌克兰上空发射1枚针术导弹是有益的，最好是多架。这哥们儿也是喝了早酒对吧？最好自己到那库房里看一看，一共还有多少枚针术导弹。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虽然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还有马斯克这种助纣为虐在帮这个俄罗斯至少他客观上是在帮俄罗斯但是美国还有很多人依然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甚至还有共和党议员，当然还有民主党说美国亚利桑那州这个参议员叫凯利，他访问乌克兰。这个凯利会见了军队、退伍军人以及国际红十字的工作人员。凯利对乌克兰人民表示钦佩，他承诺向华盛顿的政界人士通报美国对当地援助的直接影响。凯利说一如既往，我被他们在面对普京非法入侵时为国家而战的决心所震撼。有一点很清楚，没有人比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更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但他必须以保护他们的主权和安全的方式结束。乌克兰的安全与美国的安全息息相关。他说这是我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原因。这个凯利他是个退役的军人，前宇航员，这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第3次访问乌克兰。而这个凯利的行为也有招致马斯克的谩骂。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
称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为叛徒。当然了，面对这个马斯克的这种无理指责啊，说凯利是叛徒，凯利回复啊说，马斯克，如果你不明白捍卫自由是美国伟大和保障我们安全的基本原则，也许你应该把这个任务留给我们这些明白的人去做。凯利随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啊，他已经削减和精简了联邦政府为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腾出空间，以实行大规模的减税。马斯克现在搞的这一套啊，人家凯利认为啊，马斯克有私心，对吧？你让美国政府少花钱，把钱省下来干什么呢？那就给这些富人减税。我们再看啊，有消息说啊，巴菲特家族向乌克兰捐赠5亿美元，当然这个没有说清楚啊。总之，这个巴菲特啊，截至2024年初，他这个叫巴菲特基金会为乌克兰总共捐赠了5.21亿美元，2024年又捐赠了3亿美元，总共8亿美元左右啊。这一次可能又要捐赠5亿美元，不知道马斯克会不会骂巴菲特是叛徒啊？人家自己赚的钱捐给这个乌克兰，也就是美国啊，不全是马斯克、特朗普、卢比奥、万斯这种人，有良知的人还是非常多的。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将受制裁的俄罗斯资产转用于重建乌克兰。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呼吁将受制裁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就用来赔付乌克兰。他说，重建乌克兰和赔偿战争受害者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如果不是这场非法战争的肇事者，谁应该负责赔偿？说我们既签署本呼吁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这些国家政府从俄罗斯中央银行释放这些资金，用于资助乌克兰的重建和赔偿战争受害者，以便在达成和平协议后迅速重建国家。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啊，默茨啊，还没有正式上任总理呢，因为时间还没到啊，他就已经啊到基辅访问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迫不及待啊，就是德国都着急了，现在形势非常危机，对吧？必须要力撑乌克兰。看样子啊，金牛座啊，很快就会到乌克兰啊，不会太远。这个美联社报道啊，一名法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10日透露，来自30多个国家的军方官员将于当地时间11日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会谈，讨论为乌克兰组建一支国际安全部队，而美国未获邀请参加此次会谈。报道援引该法国军方官员的话称，参加此次会谈的与会者很多，还将包括远程参与亚洲和大洋洲国家。该官员表示啊，此次会谈的构成表明，共同制定安全部队计划的法国和英国正广泛撒网，以建立一个有能力且愿意的国家联盟，以便在俄乌停火的情况下保护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了啊，是绝不能接受啊这个乌克兰领土上有北约或者欧盟的军队。这个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说啊，与俄罗斯的谈判唯一的方式就是把枪放在桌子上。你看看啊，这个说的都是多么精准。你要跟俄罗斯人谈判，把枪放在这儿，否则都没有用啊。荷兰的国防部长叫本雷克尔斯曼在巴黎国防与战略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啊，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因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几乎没有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说，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布雷克曼斯说啊，在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计划时，这位部长警告说啊，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乌克兰不是他走向帝国之路的最后一站，他将继续积极进取，扩大俄罗斯帝国的影响力和领土，实现恢复俄罗斯世界的梦想。这是普京的梦想，但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却是一场噩梦。现在应该让普京明白，他的梦想与现实不符。无论这场战争多么残酷，乌克兰人都无法沉默，我们可以被迫服从。乌克兰人民正在捍卫自由和安全的前线，与俄罗斯的暴政和侵略做斗争，这是欧洲自由和安全的先锋。这个说起来啊，欧洲人都懂，欧洲人都已经看明白了，都知道普京的狼子野心，那现在就看他怎么做，对吧？这个欧洲啊，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不能再坐而论道啊。欧洲这次开来的峰会啊，没有邀请这个美国，你看啊，日本、韩国好像都线上开会，加拿大、澳大利亚30多个国家，但是啊，把美国搁一边了。某种程度上啊，就是欧洲用实际行动在边缘化美国，也就是要从美国的这个保护伞之下要独立。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可不是个么好事啊，美国很有可能要失去欧洲的话语权。我们再看看啊，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的会谈。这个会谈之前啊，这个卢比奥在上飞机之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乌克兰必须做出领土让步才能解决冲突，说俄罗斯也必须做出让步。卢比奥说啊，俄乌双方都必须愿意做出艰难的决定，以结束冲突，
或至少暂时终止冲突。他说啊，我们离开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强烈的感觉到乌克兰愿意做艰难的事情，就像俄罗斯人必须做艰难的事情一样。这个卢比奥说的非常有意思啊，那意思就是啊，乌克兰你要做好割让领土的准备，你有没有诚意，愿不愿意割让？这次在沙特的会谈主要是聊这个啊。卢比奥说了，我不想听到这个乌克兰人呢在纠缠领土的事情，要求什么领土完整这个他说显然乌克兰很难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让俄罗斯人回到2014年的状态，甚至2022年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你让俄军退出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都很难。这个卢比奥对吧？这到沙特之前就开始放风，实际上就是逼这个泽连斯基投降。泽连斯基也到了沙特，但是泽连斯基下面的这个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还有什么伊尔马克，他们跟卢比奥他们谈，还那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叫沃尔兹。为什么泽连斯基在沙特呢？这就说明他特别重视这个事情。你想乌梅罗夫在那儿国防部长谈完了之后，再回去给泽连斯基汇报，再来跟美国人定。美国人呢，卢比奥很有可能就是逼乌克兰人单谈就得决定，这个事情拖不得，等不及你回到基辅再来回请示，完了之后再谈。所以泽连斯基他就跑到了沙特，虽然他不参加会议，但是他就现场就近指挥谈判，该拍板就得拍板，也说明乌克兰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极限施压恐怕还正在进行中，随时会翻脸，随时会加大压力。这个卢比奥我的感觉他恐怕不一定能坚持到这个俄乌，也不一定能干得下去。特朗普很有可能最终把这些黑锅都要让这个卢比奥背，对吧？一切都是你搞砸了，我的这个伟大的部署你都没能实现，你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烂的国务卿，实际上让卢比奥来压泽连斯基投降。这个特朗普勾结俄罗斯这个你不能不怀疑了，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确实有这个倾向要不然你没法解释他非要逼乌克兰投降以领土换和平。现在是紧急关头现在对乌克兰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危难时刻，要不然泽连斯基不会屈尊跑到沙特等着。现在就看欧洲人到底是嘴炮还是玩真的如果欧洲是嘴炮，那3-5年以后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再哀嚎也没用。为了避免普京的屠刀，对吧？俄罗斯的铁蹄踏向欧洲必须现在就得团结起来帮乌克兰人。西方安全专家认为，普京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在领土要求、维和部队存在或乌克兰的中立问题上做出让步。他故意把谈判的前提条件定得尽可能严格，因为他知道这些条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而这一评估如特朗普所称的普京寻求和平的说法相矛盾。接下来这个消息对黄俄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黄俄的 CPU 估计也要发烧了。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已准备好与美国达成天然气交易。这个俄罗斯的电报频道报道称克里姆林宫计划在莫斯科与华盛顿就重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举行会谈期间，将北溪2号股份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美国投资者，就是管道的控股权给美国投资者。说根据现有信息美国人将获得这家瑞士公司50%以上的股份。北溪2号股份公司早些时候启动了破产程序，但今年1月，瑞士一家法院破例将破产暂停延长至5月9日。在俄美谈判过程中拟定了一份公司名单，在将控股权转让给美国投资者后，将解除对这些公司的制裁。说有趣的是，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其与大国争吵俄罗斯与莫斯科谈判一项针对北京的友好协议的意图。如果该协议获得通过，那么中俄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关系受到质疑，其中包括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该管道本应从俄罗斯经蒙古通往大国。为什么呢？首先，俄罗斯对这一管道的需求将不再那么迫切，因为该项目最初设想是取代俄罗斯的欧洲市场，因为只有大国才能购买如此大量的天然气。其次说，尽管大国赞成将贸易关系与政治分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也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朋友和救世主美国视而不见。你看看这俄爹气还没喘匀呢，马上就跟美国合作上了。他把那个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控股权给美国人，那不就相当于美国人你保护那个管道安全，我就负责卖气，这气就卖到欧洲去了。这俄罗斯的气只要一卖到欧洲，那个只要一通大家也知道俄罗斯为什么卖气给大国吧，20年来从来都不卖，也就是欧盟制裁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以他气往欧洲卖不了了，没有办法往大国卖。现在一切恢复以前，他气又能往欧洲卖了，你觉得他
还不按大国卖吗？那至少是那个西伯利亚2号，对吧？本来要修的，因为双方为价格嘛，不是在谈吗？僵持住了。现在俄罗斯人完全不着急，人家有选择，往欧洲卖，你大国想买，那就加钱吧。这个黄俄怎么看这事呢？胡锡进老师怎么看呢？俄爹一转脸就跟美帝勾搭上了。这还没完啊！今天又有个消息啊，说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今天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一列从奎达开往白沙瓦的火车在8号隧道内遭到俾路支解放军炸断铁轨拦截，车上多达470名乘客全部被扣为人质，其中一些人死亡或受伤。俾路支解放军声称放掉了大部分人，留下了车上100多名巴军士兵和其他巴政府机构的人员作为人质，并警告说如果巴军试图武力营救，就处决所有的人。别的就不说了啊，你想一想叙利亚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就这么巧呢？说白了就是俄罗斯就是普京刚刚得到喘息形势刚得到缓解，我们的胡锡进老师刚庆幸俄罗斯熬出来了，后面马上就开始乱，知道为什么吗？所以这个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把它肢解，整个世界不会得到安宁。巴基斯坦是大国往西突破封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人家就要在那儿搞事。维尔日大国普京那是操碎了心嘛，对吧？在缅甸下功夫，在这个菲律宾下功夫，在马来西亚，在越南，在北亚的这个朝鲜，这你看看，正好把你包在这儿。中亚、西亚那就别说了，那人家传统的地盘后花园，俄爹的关怀无微不至，对吧？那是强有力的臂弯这是保护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